另外啦，咁如果財運方面咧，今個月亦都係一個大起大落嘅月份嚟嘅。咁今個月咧就係你哋雙破嘅月份嚟嘅，咁所以人際關係啊、口舌是非嘅問題咧就非常嘅嚴重啊。再加埋啦，亦都可以透過人緣人際嘅幫助底下咧，從而令到你嘅工作運咧咁就事事順利啊！有好多唔同嘅吉星高照啦，特別咧有一個財星高照啊，所以整體嚟講咧，你嘅財運咧亦都係好好嘅意思。大家好，我陶碧霞，咁我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12生肖去到我哋農曆嘅5月份嘅運程啦。咁亦都代表住啦，我哋新曆嘅6月5號去到我哋7月6號之間嘅運勢啊。首先，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啦，咁就記得要俾個 like 鼓勵一下我哋啊，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同埋咧亦都可以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睇下到底咧嚟緊呢一個月你嘅運勢到底好唔好啊？同時之間啦，如果想揾我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 㗎，無論書名同埋睇風水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喎。同時，如果你想訂購風水物品啊，或者我哋一啲嘅開光法器嘅話咧，亦都係嘟上面 QR code 嘅。同時提提大家啦，咁就陶碧霞嘅羊年運程書咧，咁啊即將出版啦，咁就會喺香港2026年嘅書展咧，咁就舉行一個簽書會啊。咁到時候咧，亦都非常期待可以喺嗰度見到大家。咁首先啦，屬鼠嘅朋友嚟到農曆5月嘅運勢啦，咁今個月咧就係你哋子午相沖嘅月份嚟嘅，再加上啦本身2026年咧亦都係你哋相沖嘅年份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月份嚟講咧，對於你運程嚟講咧就非常地差嘅月份嚟嘅。咁無論係一啲工作啊各方面嚟講咧，亦都好容易遇到一啲困難重重嘅情況啊。所以屬鼠嘅朋友咧就凡事咧亦都要忍耐啊，即使有啲小人是非嘅問題咧，亦都唔好太過放喺心入面啦。另外啦，咁如果財運方面咧，今個月亦都係一個大起大落嘅月份嚟嘅，無論任何嘅理財投資，甚至乎投注咧，亦都要盡量咧，咁就係盡量避免啦。點解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有所損失嘅啦。就千祈唔好太過貪心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有所損失嘅啦。感情運啊，二婚嘅朋友咧，今個月同伴侶咧就成日都嗌交爭執啊，爭執實在太過多啦，甚至乎咧由呢一度咧就諗緊到底大家係咪要分開咧？咁我覺得咧兩個人只要係相愛咧，無論遇到任何難關咧，亦都可以攜手落去嘅。咁所以大家咧忍耐多啲啦。單身嘅朋友時機未到啦，唯有繼續等待啦。家宅運方面，今年咧就係呢一個月份嚟講咧，就係特別咧就係一般嘅，所以亦都建議啦，屬鼠嘅朋友可以喺呢一個月主動去捐血或者洗牙，咁去化解到啲血光之災啦。同時亦都可以佩戴翻啦，咁就千手觀音嘅密宗吊墜啦，咁就有助化解啲災禍啦，同埋唔好嘅事情啊。屬牛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今個月咧亦都係你哋雙賀嘅月份啦，再加埋啦，你今年亦都係開太歲嘅生肖嚟嘅，咁所以今個月咧，無論係人緣人際關係咧，亦都會出現退步啊，咁工作方面咧，亦都會多咗好多嘅口舌是非同埋謠言嘅，咁所以啦，我哋唯有一個字，我哋忍咗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只會咧就會徒生事端嘅啦。財運方面，咁今個月咧亦都係不過不失嘅月份啦，見唔到有太大嘅進步，亦都見唔到有太大嘅退步啊，咁所以屬牛嘅朋友咧，無論係理財投資方面咧，亦都不宜咧咁就太過進取嘅。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錄得一啲虧損嘅啦。已婚嘅朋友，咁今個月咧同伴侶嗌交爭執咧，就會稍為多少少，不過整體感情嚟講咧，亦都尚算唔錯嘅。如果真係驚同伴侶嗌交嗌得多，影響咗你雙方嘅關係咧，亦都建議你哋啦可以用一小聚離多嘅方式啊，睇下可唔可以對彼此嘅關係咧咁就係有所緩和嘅。單身嘅朋友咧，今個月時機未到啊，唯有繼續等待啦。家宅運方面咧，亦都係一般般嘅月份嚟嘅，因為今個月咧亦都見唔到有太大嘅進步啊。長期病患者咧，今個月咧就有機會咧咁會惡化，咁所以咧就真係要特別注意自己健康情況啊。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多啲念啦，咁就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啊，咁希望藥師佛咧可以保佑到你啊。同時亦都可以佩戴翻啦藥師佛嘅密宗吊墜啊，咁啊自然咧可以身體健康啦。屬虎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啊，咁你今個月咧，亦都係一個由午戌啦三合嘅月份嚟嘅，咁所以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再加埋人緣人際關係啦，亦都係幾好噶。咁所以啦，自僱同埋從商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透過舊有嘅客戶介紹底下啦，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咧會越嚟越多一啲嘅營業額啊，從而咧就會令到生意嚟講咧，咁就可以更上一層樓啦。打工一族咧，整體嘅人緣人際關係亦都相當地唔錯啊！財運方面，咁今個月大致係良好啊，主要咧亦都嘅正
正財運為主啊。咁所以我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努力咧，咁就自然咧有所回報㗎啦。咁至於感情運方面啊，2分嘅朋友今個月同伴侶相處咧，亦都相當地融合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多啲抽時間咧，可以去拍下拖啦，睇下可唔可以增進雙方嘅感情啊。至於單身嘅朋友啦，亦都可以藉住呢一個機會啦，多啲參加啲社交聚會啦，例如舊同學嘅聚會啊，或者可能舊同事嘅聚會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遇到合適嘅另一半啊。健康運方面亦都大致良好啊。咁平時咧記得要多啲注重休息啦。屬兔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今個月咧就係你哋雙破嘅月份嚟嘅，咁所以人際關係啊、口舌是非嘅問題咧就非常嘅嚴重啊。咁記住啦，我哋喺工作方面咧，唔係你嘅事咧就千祈唔好管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惹禍上身啊。財運方面，今個月咧簡直係一個財運欠佳嘅月份嚟嘅，咁所以屬兔嘅朋友咧，無論係任何嘅理財或者投資咧，亦都要謹慎同埋小心啊。同埋就千祈咧就唔好咧隨便答應咧咁就借貸啦，或者幫人做擔保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出現留俾借荊州，一去冇回頭嘅情況啊。同一時間啦，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屋企嘅正東位置啦，到底夠唔夠乾淨整齊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破財噶啦。咁至於感情運啊，屬兔嘅朋友咧，今個月同伴侶咧嗌交爭執咧會比較多少少啊。大家咧都成日為咗一啲嘅小事嚟到爭執不休啊。其實我認為咧，只要唔係原則性問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包容同埋忍讓嘅。不如抽多啲時間陪伴一下對方，同埋多啲嘅忍讓咧，大家啦自會越嚟越好嘅咋。咁至於單身嘅朋友啦，今個月時機未到，唯有繼續等待一下啦。咁至於健康運方面咧，屬兔嘅朋友今個月嚟講咧，亦都相當地一般啦，所以亦都建議啦，屬兔嘅朋友咧，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佩戴翻啦文殊菩薩嘅密宗吊墜啦，或者文殊菩薩嘅佛佑卡，咁亦都係隨身攜帶嘅，咁啊自然咧可以提升到整體嘅運勢啦。屬龍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你今個月嚟講咧，工作運相當地唔錯啊，工作表現咧亦都好容易得到上司啦同埋貴人嘅提攜啊，咁記得咧就要多啲俾心機啊，咁啊自然咧可以令到事業運嚟講咧就會越嚟越好啦。財運方面亦都大致良好啊，如果想加強運勢嘅話咧，亦都可以喺屋企嘅東南位置啦，咁就擺放翻指要嘅開運樹啦，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咧喺正東嘅位置放翻8粒黑財神、旺財金元寶啊，咁啊自然咧可以透過風水咧而令到你嘅運勢咧咁就節節上升啦。咁至於感情運啊，屬龍嘅朋友今個月同伴侶相處咧，亦都相當地融合啊。咁大家啦，亦都可以多啲抽時間啦，陪伴對方啊。咁自然咧就可以令到你感情咧越嚟越牢固噶啦。咁至於單身嘅朋友啦，今個月咧雖然咧機會唔係好多啊，不過咧我哋先敬羅衣後敬人啊，我哋打扮得靚靚地，個人有自信咧，咁就自然可以吸引啦啲比較好嘅對象噶啦。咁至於健康運方面啊，由於啦受到一個浮沉空星嘅影響啊，咁所以屬龍嘅朋友咧，如果你要玩水嘅話咧，咁就一定要特別注意啊！就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有啲水險嘅情況啦。屬蛇嘅朋友啦，今個月咧就係你哋桃花運相當旺盛嘅月份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亦都非常地唔錯啊！再加埋啦，亦都可以透過人緣人際嘅幫助底下咧，從而令到你嘅工作運咧咁就事事順利啊！特別係自僱同埋從商嘅朋友啦，因為咧亦都可以透過舊客戶咧而開拓一啲嘅新客戶啊！特別咧可以喺今個月啦，考慮下會唔會發展一啲新嘅產品啦，或者新嘅業務啊，從而就會令到營業額咧節節上升啦！整體嘅財運嚟講咧，亦都係唔錯嘅。咁如果想加強嘅話咧，咁平時咧亦都可以小注怡情，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獲得一個意外之財啦。單身嘅朋友，今個月咧機會終於嚟啦！假設你單身嘅話咧，又想催旺你嘅桃花運咧，亦都可以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中宮位置咧，咁就擺放招財人緣樹啊。同時亦都可以喺中宮嘅位置咧，多啲同人傾電話或者 send 信息啦，咁就自然咧可以催旺到你整體嘅運勢噶啦。已婚嘅朋友咧，咁就要注意啦。由於桃花運太過旺盛啊，就千祈咧就唔好咧，就係同一啲你伴侶以外嘅異性太過熱情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咧會有啲桃花劫噶啦。大致上嚟講咧，你嘅健康運咧亦都相當地良好啊。不過交際應酬嘅活動太多啦，咁平時咧記得要多啲抽時間休息啊。屬馬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啊，咁今個月咧就係你哋犯太歲之年嘅犯太歲月啊，亦都呈現咗一個叫做五字形嘅情況啊。咁所以人緣人際關係咧，亦都係非常地反覆不定啊。記住工作嘅時候咧，咁就少説話，多做事啊，唔關你事嘅嘢咧就千祈唔好理啊。因為今個月咧亦都好容易咧，成日因為啲無心之失嚟到得罪人啊，從而你自己心情嚟講咧，亦都好容易亂諗嘢啊。咁所以屬馬嘅朋友咧，不妨咧亦都可以幫自己放翻個大假，咁啊自然咧可以 relax 多啲啦。
財運方面，今個月咧簡直係財星欠奉嘅月份嚟嘅，咁今個月咧亦都好容易出現破財嘅，咁所以任何嘅理財投資，甚至乎係投注賭博，就千祈唔好嘗試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獲得一啲嘅虧損噶啦。再加上啦感情運方面咧，咁今個月咧亦都成日同伴侶咧就爭執不休啊，成日都嗌交啦，成日都爭執啊。建議你哋亦都可以大家用一個少聚離多嘅方式嚟到相處啊。咁至於單身嘅朋友咧，今個月時機未到啊，唯有繼續等待啦。整體嘅家宅運嚟講咧，今個月嚟講咧，亦都非常地差。咁所以咧，亦都建議啦，屬馬嘅朋友可以喺今個月啦，主動去捐血或者洗牙，咁可以化解到啲血光之災啦。同時，亦都唔建議參與任何高危險性嘅活動，例如笨豬跳啊，或者係一啲嘅機動遊戲啊，甚至乎一啲嘅滑雪啊，呢一啲咧，亦都要避免嘅。亦都建議啦，屬馬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帶翻啦本命嘅菩薩啦，亦都係帶翻大勢至菩薩嘅密宗吊墜，咁啊自然咧可以化解你嘅災禍啊。屬羊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今個月咧，亦都係你哋五味相合嘅月份嚟嘅，咁所以人緣人際關係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從而咧，心情嚟講咧，亦都會變得非常地舒暢啊。工作方面咧，亦都好似如虎添翼一樣啊。因為今年你哋嘅運勢嚟講咧，就真係非常地好啊，有好多唔同嘅吉星高照啦，特別咧有一個財星高照啊。所以整體嚟講咧，你嘅財運咧，亦都係好好嘅意思啊，簡直係一個財源滾滾來嘅月份嚟嘅。咁所以今個月啦，如果遇到任何合適嘅投資或者投注嘅機會咧，不妨咧大膽嘗試，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獲得呢個意外之財啊！記得咧就一定好好地把握啦。從而如果你想咧加強你整體嘅運勢咧，亦都可以啦喺屋企嘅夾萬位置或者屋企嘅正北位置咧，咁就可以擺放一套5張嘅財神卡啊！睇下有冇機會咧令到你嘅財運咧變得越嚟越好啊！感情運方面啊，屬羊嘅朋友咧，同你嘅伴侶相處亦都相當融洽啦，不妨咧亦都可以咧抽時間同你伴侶咧共度一個浪漫嘅假期啊！睇下雙方嘅感情咧會唔會越嚟越融洽啦？單身嘅朋友今個月咧亦都好容易識到一啲理想嘅對象啊！如果覺得對方係適合嘅話咧，亦都不妨主動去爭取啊，為你嘅未來幸福咧嚟到做好準備啊！整體嘅家宅運嚟講咧，亦都尚算唔錯啊！屬猴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今個月咧簡直係一個財源滾滾來嘅月份嚟㗎，因為整體你嘅財源嚟講咧，亦都非常地好啊。當中特別有利咧從商同埋自雇嘅朋友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喺呢一個月咧可以令到你嘅營業額咧可以更上一層樓啊。至於打工一族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多啲啦同你嘅上司或者你嘅老闆咧表現自我，爭取一個升職加薪嘅機會啊。財運方面啊，今個月咧就非常好嘅月份啊，所以亦都建議啦屬猴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喺屋企嘅正東位置擺放翻8粒嘅黑財神、旺財金元寶啦，同時咧亦都可以咧喺呢一個月咧咁就大膽嘗試，睇下有冇機會啦可以獲得呢個意外之財啊！感情運方面啊，屬猴嘅朋友同伴侶相處咧，亦都相當地融洽啊。當中咧單身嘅猴仔咧，今個月亦都好容易遇到一啲合適嘅對象嘅。如果對方真係好符合你嘅追求嘅範圍嘅話咧，咁亦都不妨咧主動約對方外出啦，睇下大家咧可唔可以咧更進一步啊！整體健康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不過屬猴嘅朋友咧，由於工作太過繁忙啊，記得多啲抽時間休息啊！屬雞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今個月咧簡直係一個財源廣進嘅月份嚟嘅，八方來財啊！因為今個月嚟講咧，其實對於揾錢嚟講咧就非常地唔錯啊！假設你嘅工作咧係需要依靠一啲嘅知名度嘅話咧，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桃花月份嘅幫助底下咧，從而就會令到你收入有所上升啦。咁至於感情運方面啊，已婚嘅朋友同伴侶相處咧，亦都相當地融洽啦。單身嘅朋友機會嚟啦，因為今個月咧亦都係差唔多成年桃花最重嘅月份啦，咁所以無論係雞仔雞女，只要你係單身嘅話咧，今個月咧亦都好容易遇到啲合適嘅對象嘅。咁當然啦，拍拖之前咧，咁就真係要睇清楚對方嘅性格咯，或者三觀同你到底夾唔夾啊？如果唔係個咧，拍完又因為性格不合而分開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咧就彼此都浪費咗一啲時間噶啦。整體健康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不過屬雞嘅朋友咧，記得咧咁就3餐定時啊。屬狗嘅朋友啦，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今個月咧，亦都係你哋嘅雙合升遷月嚟嘅，咁所以整體嘅工作運啦，同埋人緣人際關係咧，亦都比上個月進步咗唔少啊。同埋咧，自雇同埋從商嘅朋友啦，亦都可以透過一啲嘅借力啦，透過一啲嘅貴人幫助底下咧，從而就會令到你哋嘅業務咧，咁就有所上升啊。打工一族啦，咁今個月你哋嘅表現咧，亦都非常之良好啊。放心啦，我哋金子總是會發亮嘅，你嘅表現一定會有人睇得到啊，唔需要太過擔心啊。財運方面啊，
啦，今個月無論係正財運因為偏財運咧，亦都尚算理想嘅月份嚟嘅。所以如果遇到任何合適嘅機會咧，亦都不妨一試啊。同時如果想加強財運嘅話咧，亦都建議你哋啦，亦都可以打掃乾淨屋企啊，特別係屋企嘅正北位置啊。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養珊瑚啦，或者啦可以養魚，亦都可以增強到整體嘅財運嘅喎。咁至於感情運方面啊，屬狗嘅朋友今個月同伴侶相處咧，亦都非常地融合啊，大家嘅關係咧亦都越嚟越好啊。單身嘅朋友亦都可以藉住呢一個月嘅相合嘅月份咧，從而咧就認識到一啲更加多嘅新朋友啊。雖然我哋識新朋友咧就唔係為咗咧咁就係真係要拍拖，咁但係咧其實多啲擴闊自己嘅社交圈子咧，對於你長遠嚟講咧，亦都係有所好處㗎。咁至於健康運方面啊，咁亦都建議啦，屬狗嘅朋友咧，平時咧亦都可以多聽下音樂啦，或者間唔中浸下浴啦，令到自己身心靈咧都可以放鬆一下，因為休息咧就係為咗行更長嘅路啊。屬豬嘅朋友咧，嚟到農曆嘅5月份啦，咁今個月嚟講咧，其實你整體咧就係特別有利學習啊，咁所以咧亦都建議啦，屬豬嘅朋友特別係打工一族啊，可以報讀一啲同你工作相關嘅課程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提升到自我啊，從而咧就會令到你工作咧就會越嚟越好啦。咁至於從商啦，同埋一個自僱人士咧，亦都可以咧參與一啲咧你哋業界嘅一啲嘅講座啦，或者研討會啊，從而咧就可以認識一啲咧可能行內咧咁就係德高望重嘅前輩啊，睇下大家啦可唔可以有啲合作嘅機會啦。整體嘅財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嘅。咁所以屬豬嘅朋友咧，假設你想加強財運嘅話咧，亦都不妨咧可以喺呢一個月份咧，亦都可以多少少咧同屬虎嘅朋友咧，咁就一齊合作投資理財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令到你整體嘅運勢嚟講咧，咁就越嚟越好啊。咁至於感情運方面啊，屬豬嘅朋友今個月同伴侶相處咧，亦都相當地融合啦。因為上個月咧就係你相沖嘅月份嚟嘅，咁所以嗌交爭執咧亦都比較多啲啊。咁嚟到今個月啦，亦都係一齊回復正常。不過單身嘅朋友啦，今個月唯有繼續等待啦，因為時機未到啊。整體嘅健康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咁平時咧亦都要多啲注重休息啊，同埋最緊要啦，飲食咧亦都係要均衡啊。好，咁頭先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哋12生肖喺我哋農曆5月份嘅運勢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咁就記得要 like 啦、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啊。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